其實最大嘅困難就你要用家接受啦。咁啊，因為始終我哋嘅產品理念啦、研發當初嘅目的啦，都唔係純粹為咗賣啦。當年係為咗做俾流浪貓狗啦，本身我哋產品。咁啊，之後就發覺流浪貓狗都用得好啦，咁啊之後先至去推產品出市場嘅。咁喺呢段時間，其實最困難嘅就係因為資金啦，喺香港你一係就靠好大型嘅廣告啦，去做多啲宣傳啦。但係因為我哋冇啦，咁啊所以就一路都係靠小本經營啦、市集啦，不停去透過人傳人啊，或者係面對面啊，去建立嗰個客戶群。其實人人都追求純天然，純天然究竟係件咩事呢？係喺你日常生活吸收，慢慢咁去建立，令到佢哋可以透過自身嘅機能啦、強化啦，就可以提升所有對外界嘅影響啊，甚至乎嗰個抵抗嘅嗰個能力。人未必會咁樣做，但係因為貓狗嘅醫療實在太貴，所以能夠喺日常保健嗰度做好啲，飲食做好啲，其實佢應該嗰個效果係最好嘅，或者簡單啲，性價比係最好啊。所以我哋就希望透過我哋個 brand 啦，不停去引進啦，或者去不停去研發啦，多啲新嘅產品啦。由我哋個品牌，你一見到寵利家，我哋嘅產品就係最好，一定係純天然，用法一定係最強嘅咁解。喺呢個 business 上面最容易學到嘅就係多啲去為人諗咯，即係你要多啲去為動物諗啊，多啲去為客人諗啊，多啲去為你身邊嘅人諗啊，咁你就令到自己冇咁容易去嘈交啦。即係我同我細妹成日都有嘅，成日都覺得我好唔顧及佢感受啊。但係就so far 2年幾落嚟，就而家嗰個相處模式都算應該係幾 soft 同係最好嘅時候。而家都叫做開始上咗軌道啦，咁就啱啱對上可能上年嘅貓展啦，跟住落嚟嘅所有市集啦，令到我可以賣到廣告啦，配合到市集啦，面對面啦，同埋客戶嘅不停去分享啦。咁就今年2025年嘅，其實亦都同咗台灣一間動物藥廠啦，信源啦，咁佢係一間好大嘅動物藥廠啦，專做動物產品嘅。咁就嚟緊應該係會同佢加強合作啦，新嘅一年，咁就可能應該會有啲產品可能涉足到呢個獸醫界別啦，跟住落嚟就可能係睇下可唔可以喺啲大嘅商場啦，睇下可唔可以揾到方法去做一啲 concept store 啦，增加嗰個曝光啦，咁就睇下有冇咁嘅機會可以用唔同嘅方法，低成本高效益咁再去推廣緊我嘅產品同埋品牌理念。